我隻雞咧可以活住離開廣州，都冇一隻鴨可以活住離開南京。今嚟到滿倫多人咧，過嚟試一間輪胎人二星淮揚菜 ，follow me 小啲。这里是淮扬菜教父周小燕大师在澳门主理的第一间餐厅，以中式园林为设计概念，奢华的装饰融合了垂柳树和桂花的主题。然后现在给您呈上的是我们的今天一个餐前小吃，餐盒是来自一个窗花的设计灵感，现在当季的一个水果藕泡椒浸泡的一个做法，葱油拌三丝。最後的話就是底下的一個周莊鹹菜、海膽嘅石榴包、豆仁啦、周莊鹹菜、新鮮嘅海蝦仁同埋火腿啦。咁上邊搭配嘅一個新鮮嘅海膽，底下嘅話係師傅自己整葱香嘅一個塔塔餅，中間嘅話咧係一個鮑魚啦，搭配一個自製嘅汁醬，上邊嘅話係一個黃根嘅椰子醬，成個塔塔落去身一齊食，因為佢嘅口感層次咧由上到下咧係比較明顯同埋豐富嘅。中式嘅分鱈魚，師傅為咗俾一個更加嘅口感，用咗一個無刺嘅鱈魚。傳統嘅做法嘅話，令到佢都係甜中帶鹹，鹹中帶鮮。冇一隻雞咧可以活住離開廣州啊，都冇一隻鴨可以活住離開南京。呢個南京鹽水鴨咧，啲肉質咧好緊緻啊，個冰涼嘅口感咧好啱而家咁熱嘅天氣，肥而不膩。經典嘅淮揚菜叫清燉獅子頭，我哋周遠大師喺國宴上面咧呈現嘅一道菜式，選用嘅一個太湖嘅黑毛豬，根據時令咧去轉換呢個比例嘅。呢個湯咧，你咪睇咁清咧，其實就係國宴菜開水白菜嘅湯底嚟。呢個獅子頭咧口感好幼滑，好細膩啊，再加埋啲蟹粉一齊食，增加咗個鮮味，很不錯。而家江蘇嘅氣温咧係啱啱好，河蝦嘅蝦仁嘅話咧非常之活躍，所以佢嘅肉質咧就保持咗一個緊實，純手工剝殼，冇傷害到呢個蝦仁本身嘅組織。可以試下呢原味嘅蝦仁先，再試下搭配我哋師傅自己調製嘅一個蝦仁醋，口感咧會變得更加豐富。打開魚柳都係一個寓意嘅，代表年年有餘同埋高豐收。獨一無二嘅呢道花雕鮮豉魚，我哋師傅已經將裏邊嘅164根魚翅咧全部去晒㗎啦。咁上邊金黃色嘅咧，其實係酥炸過嘅一個魚柳嚟嘅。佢呢個酸湯咧好濃稠嘅，落啲日本嘅柚子醋啦，都唔係齋係花膠啊，仲有啲水魚裙邊撈埋一齊咧，好軟滑，真係超多骨膠原，有咩身咧有啲黏嘴啊！好開胃，佢成個菜單咧有個承前啟後嘅作用啦，再次激活咗味蕾。呢條冬瓜咧佢晶瑩剔透咁，其實入邊咧已經入晒火腿嘅鹹香味入去㗎啦。我諗呢嗰句調味原則啦，有味使其出，無味使其入，講嘅咧就係去啦。我哋江蘇蘇北淮安嘅一個野生嘅北竿線嚟，每條線嘅大細咧好似一支筆咁，小暑嘅黃線咧係載人生嘅，非常之肥美同埋滋補。佢嘅香氣嘅話咧就可以同我哋東北五常美嘅一個香氣交融。菊花茶、玫瑰花、茉莉龍珠即係香片，三種花香味咧交融喺一齊，比較清爽嘅一個口感。呢個燕窩呢個外圈咧係雪梨浸洛神花，所以會紅色。倒入嗰個汁咧有好濃嘅紅棗味，佢又唔會太甜，食起身咧覺得好健康。最後還有粵蕭師傅，他立志要在澳門展示更好的淮揚菜。今餐埋單咧1988加10澳門幣嘅服務費，你覺得值唔值呢？